免你就都两边没有了做，免你就变作是猜给猜题，因为两边有火山，因为两边有火水。两边做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一下心情太上众，轻声细语，轻轻猜猜，做的前面都你大东西。一老外，没有外，一老外。免你就都两边没有了做，免你就变作是猜题，因为两边有火山，因为两边有火水。两边做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一下心情太上众，轻声细语，轻轻猜猜，做的前面都你大东西。好，我做左边的，跟右边一样，一、二，这里站好之后，这里屁股抬起来，你干嘛抱我？距离在哪里？同学，你的距离在哪里？再往左后方3，过来3，转身，2，转身，来学长，那我们也是先走了。OK。学长回去只来这里收钱还可以吧 ？OK 啦，会滚的。还有我，拜拜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拜拜。几个小鬼蛮猛的，刚被摔一只巴头，碰到现在。对啊，这几个。看到他们就想到以前刚入学的时候，上柔道课最怕遇到的玉泉大哥，每年都拿冠军。然后每次上课只要看到他就超怕，然后跟他对打就开心的要死。夏晴，你还在想玉泉学长？对不起。事情已经过半年多了。现在想起来，还是觉得……妈，不要想了，想一点开心的事啊。你呢？啊？你交女朋友吗？有，可是相处上有些问题，又爱吃又爱睡，然后随地大小便，晚上还会踩我的脸，还要帮他洗澡、清大便、拔屎拔尿，都不知道怎么沟通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。怎么瞎扯啊？真的啊。小山猪，它这么大。哇，山猪！我养了一只小山猪，然后这么大，很可爱。改天带你去看。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这样抱它，哄它睡觉，然后喂它吃奶。你在台东那边过得还不错。OK 咯。干嘛？不顺眼啊？来对打一下。来啊！来对打一下。算了，怕你，去吃饭吧。好。
间拿再去看啦。哪去啊？当做事情，本较做台位伫遐好，安尼，会当做着继续合作下去。哟，用忙照呢？阿叔，我嘛个意思，我都带小朋友。也讲到话，何必讲啊？也小朋友，唔用做地，我用定来。我做出同警告的啊，也看清楚的吼，一条条的写到清清楚楚。也着事情，警察也唔是做的啦。我老大就做在飞人，啊，中国诶根本人就算唔做警察，也唔可以留你做警察处。好啊，唔係按你講嘅吧？嚟修改一份太理論，廿件事情，嚟做乜嘢老講？唔要挨面條，做乜嘅喏？有啲跪前翻嚟呢，要咪嘅付錢錢咯。話唔好講到按人頭咯，嚟本做嘢咧，唔是本咧古董，有乜係唔好？也喺台度隨面頭翻嚟睇條架。你咪嘅意思啊？啊？唔到到日康成年，按佢做嘅。嚟保測結到嘅防爆唔掂，無用有命嘅來運作，咁可以按順時。也有就向佢撐地，嚟就做人嘅一級案子，也喺嚟就睇下後邊。做嚟攞嚟簽啊！做嚟攞嚟簽啊！你係阿叔，你阿叔你點我啊？你阿叔啊！啊！你呀！啊！你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唔該啦，真的係阿叔，你點我？你要自掉係我，我自掉係我，那不能。拿出来！啊！拿出来！来了！不能！哪呀？哎呀！哎！哎！哦！哎！
啥物？啊，都一直卡拢无要回伊些。天天做好话咩？哦，还能困？啊！啊！哎！哎，中国！哎！看卖有有咧喘气。啊！哎呦，中国！哎，有事啊！较点一解慢。无啦，唔敢啦。运动公司。我送你。哎呢？哎呢？在这边如果要救人做个大事，拄好提前到场。快点！快点！你下很成功。因施主伫咧讲。迄毋迄个两啥做嘅？哪款啊？毋是上岸头哦。听说张国成，听说没改变，迄讲我天数讲伊啥啊？现在哦，对啊。什么时阵发生的代志哈？几点钟进前的代志尔。迄所长啊，甲刑事组的人，即马拢咧处理即项代志。啥人讲哦？彪彪，死无？安尼啊？怎办？喂，你呀？啊，唔来叫你台北过来啊？刚走了啊。啊，哎，你咋啦？什么问题啊？头拄还找你啊，拍成几个啦？我细是买东西嘛，我来做。你是麻烦啦，拜托你来看看图。错诶，恁调价下你讲乜嘅？啊，你拄转来哦，你唔知，出太事情诶。
迄个乌熊啊，向迄一枪安尼扁死。我听人讲吼，迄是乌食乌，啊伊边仔迄什么大片的啊、细机的啊，拢失踪去啊，找无啊。但是，古芬刚好有个讲法，看到呢。他也开自首啦。你去迄个派出所吼，找看卖啊，问题嘛就无用的。哎，学弟还没睡啊？吃宵夜。那是啊，对，有点晚了，不要太晚了。好，明天搭班，知道吗？我衣服洗完就。啊，OK，那我先睡了。好，不打你。安尼啊，来一切来去。係冇可以啊，係睇啊，裝唔定難有幾錢。开耶，no boy 特殊啊，要用到钱啊，不是跳上枪啦，身体要顾好了。哎呀，三不买个计神的呀，来，拿去。想危樓唔知係，危會壞。国恩，国恩，喂，英文好冇？我要同講嘅啦。OK。你要做嘅事情。很好啊，很好。我想到，既然你講嘢，今年結果會係安尼。這條路你自己行，太平很好嗎？難走地啦。我早就老講嘅，高山比唔係條路，行嘅路，我係你冇強用啊。那邊發生乜嘅事情，對佢來講，那有冇見？我咩唔知幾係用嘅嘢啊？冇事啊。冇事啊。冇事。有東西表人自己，我先轉嚟哦。好，先轉。
喂，嘿，陈师傅呀，嘿，阿勇啦，嘿啦，我问嘿，你来看好吗？看好了哈，嘿，是不是？你是你，Q 啦嘿啊，嘿，阿坤的啦，嘿啦，是不是？做对啊，嘿，心拉嘿，你是刘呀，好，好，做对做对。 迄发式几片做得同爱联络嘛？好，什么呢？嘿，爱弟啦，嘿啦，哦，张公，哦。喂，错。嗯。曹本人系冇水。做乜嘅冇水咯？武将书嘅装系对音谱，系吃到一乖。明时间武将书。 就飞飞前到了政府，你看，斧头迄毛嘛几好奇怪，但系就无强用。一般人飞前，漳州得查出人命、夫命，了无人命、无公司命，漳又太好。你讲唔是咩？ 重点去咬喺查住，又喺万要嘅，但係飛轉來，啲機密公務賬戶，你肯定唔難，做唔得查出全部嘅資料。古數，唔係講係送老政府機關與你關係啊？有可能，但係唔單從眼用啊，你看。 一定係乜嘅意思？大本警察啊，保安啊。要做英文縮寫，應該唔難猜到。幸福 Police Station， 幸福派出所。嘅住係乜嘅啊？人睇唔到。阿勇講開。 受眾談不會發，要喺內。家早安心上帝，佢趕飛做安樣事情。張有問你？唔係講處都係高。搶國產比。 其實豆腐曲，佢哋營書嘅所有系統，唔係嚇打算用啊？大細啊，呢度唔好，你聽個老人講。我相信佢聽有某個原因。 總比較嚴重，但係佢講嘛解就冇揸過先期。唔打算用嘅，佢係僥倖。 自家承認，我一定會想辦法。想咩辦法？幾番法嚟啊？
有冇變過其他？就這樣講嘅，伊無聽錯無迄條種人，將你無處意行騙。冇想咁多，我要想辦法。队长，怎么样？结果出来了。指纹比对的结果发现，上面不只有黑松，还有另外一个不完整的指纹。现在已经锁定几个可疑人物，杜玉荣他的可能性有多大？几率非常高。还有，你看，这是弹道比对的结果，打死黑松的那把枪，跟杜玉荣上次攻坚行动用的那一把一模一样。那跟我们研判的没有错了。嗯。阿威，阿威，西里马仔，请服用美味可口的卤味，消消您的怒火。你老家级学姐有冇买？冇乱想的，以后真的。也没安尼吧，像迄 movie 听听这么安看哦，歹势啦。我生气。你在讲嘛呀？你在讲嘛呀？输了是什么钱？有可能真的。我按照钱中我选，有可能做得蛮好的。我还相信，我相信唔蛮嘅。那有输嘛的钱啊？你讲嘛呀？这里啥毛？国人至少会做的事情，我都很努力，会被国人吵到。阿飞，哥哥，国恩呢？那阿伟是不是今天回来？你冇問題啊？都冇喺鬧阿肥講呢條話，冇問題啊！你對第二件事情懂嚴重了，你講法，講法啊！都冇講法，人家有數碼錢啊！你做乜冇講法？你這個肺都唔易啦！你用啥問題去搞這個？來拼！奶奶数码钱了，你干嘛？你这样，你这个，啊！
红皮走呀！红皮走呀！做咩咯？喂，周总。有啊。用啥嘿？好诶。兄弟诶。哎，他是怎样？哎，怎么了？没什么事啊，出点状况，我人去接我。啊？车子没事啊。好，来，坐着坐着，来呢，过来啊。来，我宣布事情啊。刚刚分局啊打电话来，说呢黑松的命案啊，可能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。谁？杜玉荣。那个杜玉荣。对，根据线报，杜玉荣现在已经在我们这里，所以呢，明天刑大会派一个专案小组进驻派出所。专案名称就叫做猎豹专案。耶！我们要办大案子。你想太多了吧？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里清空，打扫干净，好让他们办公。从明天开始，这个地方就交给他们的队长做指挥。改造，你负责前院，你们两个待会就负责后院，了解吗？嗯。知道了吗？一列，本案只有打扫。好。便当啊，饮料。
现在不能说。不好意思吧。好快啦，就有电脑吧，我要把字都打也不用几分钟，开回去啦。怎样啊？今天专案小组进驻派出所，所以不能随便进出啊。是哦。我跟改造现在只能倒水。哦，超像警察的哎。嘿嘿嘿嘿嘿，加油！无聊，快滚啦！啊 ，OK 啦 ，Sir， 拜拜，先走了。嗯，注意安全啊！好啦。阿伟，怎么了？没有啊。带我到附近绕绕。现在不太好吧？报备过了，勘察地形。哦。你以为去混啊？我哪敢啊！你看前面那边吗？那个画得很可爱那个墙面啊。那是我们这边的国小，然后再过去就是活动中心，唯一的活动中心。然后下一条街是我们这边最热闹的街。这些壁画都是你们小朋友画的，好可爱。都是一些原住民的图腾，有没有？对啊。你们这里山头很多。要查起来，还真是不知道从哪边开始。对啊，以前在台北的时候就觉得警力充沛，有没有？现在来这边要办这种大案子，小小的派出所实在很吃力，所以要请求支援了。你看，像那一棵山，之前要查牛樟菇的时候，上上下下好几次啊。那个黑松的山产店也开在那边。黑松山产店开在那里。嘛就是安尼啊，迄台北迄专案小组吼，拢落来。是哦。好啊，赶快就给他通缉要犯，叫做杜玉龙的样子。对，迄个杜玉龙啊，因老爸上懂了解啊。哎，怎么了？我赢了呀！你有办？就迄啊，文怡，你台北归来啊吼，就变那呢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冇事啦。你而家喺講乜嘅啊？安怎嘅？哦，阿如果記得你下在抓通緝犯，台北來當當你係台北叫人講乜嘅冇？這件代志哦，一定是足大條的代志，是他事情。就係啊，人哋喺府里啊吼，會社出事情，都喺禮拜出事啊吼，全部係太師哦。哦，你係杜玉龍哦，係講到安妮那邊不能知道，安妮怎麼出名誒？他會上電視新聞誒。我看吼，鎖定一定無甲伊講啦。伊還遮細漢着，爸可能袂甲講啦。你講啥物啊？有事吗？看完了。家长，局长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李长博啦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什么代志？什么代志啊？这老热呢？我使我别讲啦，有台北的长官下来，我真无用的。哦，
恁是咧来通缉犯的。你哪知？想甲你讲？有啦，我是摇的啦，我是讲迄电视拢嘛安尼演。是吗？系啊，即摆大概吼，迄大官吼，迄长官落来安尼吼，因迄无认真的拢变甲足认真的安尼。哦，我知影你讲啥，你讲高惨袂着？对，我用变做认真的。无啦，大代志啦，恁大代志所以我去办嘛。啊，有任务。什么任务？所长交代说，现在赶快算一下多少人，订一下便当。哇，我连订迄个便当，拢有专员咧服务安尼哦。哦，这台北来的气势真正无共啊！好嘢，你掠什么人啊？爱我斗3工的，会使找我。我啦，你先不要面啦，谢谢哦。今嘛因为那个命案还没破，人还没抓到，所以大家压力都很大，拍手。是啊，你好无？最近安尼做地啊？我跟你讲，最近哦，警察局哦，拢来一寡无熟悉的警察，迄有诶官阶拢足悬，两线一车迄款。我咧想，可能因是要掠你，你较细个，什么嘛？哎，是安那要转来啦？你唔知影，即马大家拢要掠你，你知影无？迄乌上翘起的代志，迄大家嘛怀疑你。哎，有办法没？拿破的剑骨，他一定会转来。有啥物代志，你就吩咐阮这个庄民就好啊。这唔掠着天书唔得啦。对啊，我哋个亲戚吼。讲咧，啊，对啦，我想哦，你嘛算海啊，啊尾啊安尼乌食乌的款，啊无就，啊，哪位刺激哦，唔算系照案验证啦，是假通书，希望。你唔就知影是啥物人睇？较保重的就对啊，对，因为尤其即马吼是一个非常时期，咱这庄仔底即马哦又紧张嘞，警察车安尼，驶来驶去。好啦，就对啦，我讲安度还会注意嘞，哦。你较驶去，好，较驶去的呢。他跟我以前是男女朋友。地面组兵分2路，采徒步包围。我爱你，定係進來。明天清晨，我们上山猎豹。如果回不来的话，告诉他里面的钱都是他的。你想来想